配合香港仔漁光村重建計劃而全新興建嘅漁影樓經已落成，為受重建影響嘅漁光村居民提供咗原區調遷嘅選擇。居民喺8月中陸續辦理漁影樓嘅入伙手續，受惠於原區安置嘅居民包括咗鄭太一家。今日我哋都好特別，就有一個咁樣嘅第一伙，或者咧就鄭太咧就我哋交鎖匙俾佢哋，咁啊入伙啦。鄭太原本係白沙灣水上居民，之後搬遷入漁光村白沙樓，一住就30年啦。阿仔同孫同樣住喺漁光村。今次屋邨重建，兩家人都揀咗調遷去漁影樓，仲順利獲編配同一層嘅單位。長、中、青、幼幾代人繼續喺園區開心生活，共聚天倫。8月中嘅呢一日，鄭太辦理入伙手續同接收新單位鎖匙，成為漁影樓首位入伙住戶。開心啦！細路仔最開心啊！環境 OK 到，滿意。喺望正海添喎，親戚朋友喺晒南區啊！漁影樓採用唔同嘅節能同智慧屋邨管理，為居民帶嚟現代化嘅可持續生活。漁影樓總共提供600個出租單位，最大嘅單位容納到7人家庭，並且設有平台花園、兒童遊樂及長者康體設施等嘅配套。受漁光村第一期重建計劃影響嘅住戶可以優先選擇調遷去到漁影樓，並且可獲發一筆過搬遷津貼同首4年租金寬減安排。漁光村成個重建計劃將會提供超過2900個單位，係重建前嘅2倍半。早前房協助理總監物業管理楊展鵬、企業傳訊總監梁以蓮、處理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陳子玲，以及係南區區議會發展規劃委員會主席梁俊，就一同為漁影樓嘅社區藝術作品《漁光燭影》揭幕。5幅藝術作品象徵住漁光村5座以海港及大海元素命名嘅大廈，作品永久掛喺漁影樓嘅大堂，延續咗街坊喺漁光村嘅美好回憶同歷史情懷。呢一啲竹編畫作由本地知名竹藝設計師戴善儀聯同房協同漁光村居民攜手創作，係房協喺重建屋邨推行歷史文化傳承計劃嘅社區參與活動成果。